你做得老捱打最久麼？當然做得，我當樂意同吳講天打最久。我想愛去台北了，台北有乜個好了的麼？台北有當多好了嘅地方，像係公園、咖啡廳、溫泉、文化場所等，都做得佇台北尋到舒爽嘅了場所。台北有乜個有名嘅地方？台北有當多有名嘅地方，像係台北一百零一、故宮博物院、士林夜市、中正紀念堂等等。